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 Clara 李子心師傅。依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馬年、羊年、猴年出世嘅朋友喺明年馬年嘅一啲運程同埋要留意嘅地方。我都會陸陸續續去分享其他生肖嘅運程，大家不妨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條片。馬年嘅朋友，明年工作運唔錯。如果你係一個上班族或者係有穩定收入嘅人，呢份工作都係比較適合你。只要努力不懈，全心全意投入，心中嘅目標都能夠實現。如果淨係揾工嘅朋友，會有機會喺今年揾到，但係唔好因為揾到新工而鬆懈，因為依家先至係啱啱開始，要保持積極進取嘅精神，不斷提升自己，係會有好嘅前途。明年可以創業，但留意做事一定要持之以恆，唔能夠半途而廢。明年嘅財運會比較和，但係只要肯下功夫，不斷耕耘，財運先至會繼續好落去，令自己嘅投資或者交易繼續有利可圖。學業方面，只要不斷努力，持之以恆，專心讀書，考試中都可以做到長勝將軍，有唔錯嘅成績。婚姻方面，喺戀愛中嘅馬年朋友，你嘅戀愛唔係十分順利，但係都要經過漫長嘅追求過程先得到。所以如果你喜歡佢，就要堅持，最後都會追求成功。已婚嘅馬年朋友，好大機會由拍拖至到結婚都係經歷愛情長跑。所以若能夠時常記住最初點解喜歡佢，婚姻會美滿幸福。唔好因為一時間有小摩擦，就忘記咗之前呢段婚姻所作嘅努力。健康方面，有機會有慢性病，例如膽肝類嘅病，需要長期治療。羊年嘅朋友要善用明年嘅機會，多與其他人合作，事業發展可以會好順利。所以明年可以創業，但係對於有固定鋪面嘅行業，要等一等，唔好開業住。想轉工嘅朋友，明年係一個好機會。如果依家揾緊工，明年會有貴人輔助，所以會揾到一份滿意嘅工作。大家想廣結善緣，搞好人際關係，會為自身嘅發展創造有利嘅條件。現在財運雖然好，如果能夠同人合作，再加上有好嘅人際關係，事業成功嘅機會大，同埋財運會更加豐厚。明年嘅考運好，但大前提係要自己本身要努力，同埋揾一啲成績好嘅同學一齊讀書，互相學習，一定會達到理想嘅成績。愛情婚姻方面，彼此關係好，相處融洽，家庭幸福，所謂天賜良緣。未結婚嘅羊年朋友，明年有機會會拉埋天窗。健康方面要小心腦部神經同埋呼吸系統嘅毛病。猴年出世嘅朋友，明年工作運勢會開始好轉，有前景，可以克服艱難，因為明年自己本身會比今年積極進取。但係留意唔可以鋒芒過於外露，亦都唔好發展得太過急促，咁樣會招致失敗。如果喺度揾工嘅朋友，要揾多幾間公司見工，會有機會揾到滿意嘅工作。猴年嘅朋友，如果明年做投資創業，你嘅投資方向係正確嘅，但係都要多做研究，累積咗足夠嘅經驗同埋實力，等待時機先再投入多啲，會有大大嘅收穫。或者同其他人合作都可以。學業方面，猴年嘅朋友學業上仲有進步空間，明年要增強自己嘅實力，同埋要揾出自己嘅弱點，不斷去改進，增強自己嘅實力，成績可以比今年更加好。愛情方面，因為感情就係大家愛情或者婚姻嘅重要基礎，大家相處時候嘅一點一滴嘅小事，都可能造成將來嘅幸福生活，或者為不幸埋下種子。所以要時常警惕自己，唔好做傷害對方嘅事。不過猴年出世嘅朋友咧，一般都唔會做傷害對方嘅事嘅，所以感情咧係會一步一步加深。明年自然愛情同埋婚姻都會幸福美滿。健康方面要小心皮膽嘅病，可以係結石發炎之類嘅病，亦都可能有機會會頭部外傷等。以上係我對馬年、羊年、猴年出世嘅朋友嘅一啲分享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者想改運，可以喺呢度或者喺我李子新嘅 Facebook 度留言俾我。下個禮拜我會繼續講雞、狗、豬出世朋友嘅運程。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